依家我向主人房呢度望出去，東南就有新葡京呢個景，咁另一邊側望過去有灣仔個景咯。各位精神，今日帶大家嚟高士德睇一個超級靚嘅盤啊！15年樓而家上到單位上邊，入到個廳度，呢度係有超級光猛嘅，咁個單位就係3面單邊，行出去露台望出去就係灣仔景。廚房呢度係兩邊係分開咗嘅，咁一邊洗菜一邊煮飯嘅。另外行出去有個生活陽台添嘅。最值得關注嘅位置就係呢度啦，豪宅嘅配置先有呢個入戶嘅玄關位。各位有需要約睇或者放盤，隨時留言俾我，等緊你電話㗎。